即馬因應着這超高齡的社會，衛福部是來推動長照3.0互助哮喘的服務試辦計劃，鼓勵這個家庭照顧者呢，甲專業人員做伙來合作，透過無共家庭之間這輪崗的照顧，互社區成做是支持的力量。54歲周先生和牽手一家伙仔輪流照顧79歲失智症的媽媽。拜一到拜五，媽媽去用送去日照中心。不過，若到拜六禮拜就愛家己顧。但是，若是拄到拜六禮拜有代誌，就真麻煩。加在因參加衛福部互助哮喘計劃，現在已經有家己的時間啦。以前如果週六就是沒有這些活動的時候，我必須在家裡面盯着我媽，就是大眼瞪小眼，脾氣都上來了。對，有一個活動之後，然後就是可以減少這些壓力。互助哮喘試辦計劃是衛福部為着長照3.0試辦的計劃，主要是伫拜六禮拜使用日照中心的空間，由一個照護員加上一個家庭照顧者來照顧時段。若是4位時段，就是一個家庭照顧者；5至8位時段，就需要2位家庭照顧者。一個日照中心上濟收12位時段，一寡家庭照顧者會當輪流排班，互相鬥3工，相對減輕真濟壓力。讓我們現在非常辛苦的家庭照顧者，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，可以有一個喘息的時間。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，在全世界哈，我根據我個人的研究，這恐怕也是第一個。費用其實是相較於現在來講，一般戶你一天只要200元，半天就是100元。低收入跟中低收入是免費的部分，所以真的非常鼓勵家庭照顧者善用這樣的一個服務模式。衛福部表示，目前全國攏總有16個縣市、50個服務據點，家庭照顧者會當到互助哮喘服務平台註冊登記，只要預約地當和別個家庭共同來分擔照顧的重擔。記者陳亞軒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